讲到最近呢，这日本和中国外交关系正在紧张。美国总统川普24暗时和25早起，先和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，再搁再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讲电话。美日双方除了确认强化两国同盟以外，也针对着印太局势和美国的乌克兰和平方案交换意见。 日本媒体报道指出，川普甲高市早苗的电话会谈是由美方伫24个美中元首通电话了后主动提出，对战時間差不多25分，這話是10月25以來兩國領袖第2屆電話溝通。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は昨晩、行われた、米中首脳会談を含む、最近の米中関係の状況について、説明が、ございました。 伫台灣有代志講話，互中國強烈不滿。日中關係變正歹的時陣，美中領袖的電話會談，嘛擱再聲明伫安保方面的密切合作。現下の国際情勢の下で、先般のトランプ大統領の訪日に続きまして、日米間の緊密な連携を確認できたと、思います。 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は、私とは極めて、親しい友人であり、いつでも、電話をしてきてほしいというお話がございました。 除了甲美國的高層對話，日本嘛佇聯合國做出外交的回應。針對進前中國引用聯合國憲章第53條甲107條所講的特國條款，主張會當動武阻止日本行使自衛權。日本透過外交管道寫配予聯合國講，日本政府也是堅持專守防衛的立場，無發生外來武力攻擊的緊急狀況，都無行使自衛權的問題。中國的解讀完全錯誤。但是日本有關自衛權的準備，特別是我近台灣的烏那國島頂島嶼要部署射程60公里的空3式防空飛彈。中國外交部24對這樣代志表示，日本佇暨南國島嶼部署攻擊性武器，是引起區域緊張的危險行為。中國甲周圍的國家攏愛特別警戒。公視新聞，刺家人編譯。